大家好，我係周卓瑤。今日我嘅討論題目係孟子性善、四端之心與當代社會的啟示。孟子係儒家思想嘅代表人物之一，佢提出人性本善嘅觀點，認為人天生係具備惻隱、羞惡、恭敬是非之心，而呢四端之心正係仁義禮智嘅萌芽。正如《三字經》所講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呢種思想唔單止係古代哲學嘅精髓，亦都對當代社會有着深遠嘅啟發。先講下性善思想嘅核心觀點。孟子主張善係人性嘅本質，呢個正正係人同埋禽獸嘅區別。佢曾經亦都提過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呢句話亦都強調咗人性中獨特嘅善性。孟子亦都唔否認現實生活中惡嘅存在，但係佢認為惡係後天環境或者個人放任嘅結果。佢曾經用牛生之木嘅比喻嚟去說明，如果人唔養護本心，就會好似樹木被斬伐之後失去生機，而善性亦都會被遮蔽。喺同告子嘅辯論當中，孟子進一步說明咗性善嘅思想。告子認為人係冇分惡同善嘅，好似水一樣可以流向任何方向。但係孟子就反駁話，人性本來就係善良，就好似水自然係向下流一樣，而惡嘅出現係因為外在環境嘅影響。咁性善思想喺當代社會有咩價值呢？首先喺教育方面，孟子嘅性善提醒我哋，教育其實係應該以啟發內在性善為本。喺社會旁觀者效應普遍嘅情況下，與其用體罰約束嘅行為，不如引導孩子培養同理心。例如，當孩子見到其他人受苦嘅時候，如果可以激發佢嘅惻隱之心，佢哋會更加願意主動去幫助他人。而呢一種方法亦都係有助對抗現代社會中道德冷漠嘅現象。其次，喺社會治理層面，孟子係提倡仁政嘅，即係政策應該基於對人係善良嘅信任，而唔係預設人性係惡嘅。要先化解對立同埋衝突，提醒人們回歸共同嘅人性基礎。北歐國家嘅高福利制度就係好好嘅例子啦。佢基於對人性係善良嘅信任，通過互相關懷嚟去促進社會嘅和諧。呢個就同孟子推己及人嘅邏輯係不謀而合。最後喺個人生命安頓方面，現代人成日都因為焦慮或者找唔到意義而去迷失，而孟子係強調反求諸己，鼓勵人們回歸內在價值，擺脫外在嘅標準束縛。而正念練習同孟子嘅全心養性理念係相通嘅，可以幫助人們喺物質至上嘅時代入面揾返精神嘅依歸。接下來，我哋再睇下一個真實嘅例子。呢一篇報道係講述2023年香港西環一名男子突然之間倒地，然後多名路人即刻上前幫忙。其實好簡單一件事，已經可以展現到人性係本善嘅一面。人喺其他人需要幫助嘅時候，往往會出於本能而去伸出援手，而唔係考慮利益在先。相信新聞中助人嘅市民，亦都冇考慮過之後會有啲咩回報，先至決定要幫佢。呢個就已經正正體現咗人本身就係善良嘅。咁我哋點樣可以喺現實社會中實踐性善嘅思想呢？首先，我認為通過參加公益活動或者志願服務，將內在嘅善念轉化為具體嘅行動，可以培育同理心同埋社會責任感。其次，我哋都應該以修護之心建構道德底線，喺價值多元嘅社會入面，明確基倫理規範，培育對不義行為嘅羞恥感。例如企業推行倫理準則，學校呢就應該展開道德教育，呢啲都係實踐性善思想嘅具體方法。總括嚟講，性善唔係理想主義嘅幻想，而係一種對人性同埋社會有信心嘅積極選擇。
只要我哋願意全心養性、推己及人，就可以喺現代社會中實踐古聖先賢嘅智慧，令善業變成改變世界嘅力量。